即摆因为疫情继续伫咧拖，全台湾夜市啊真侪拢暂时关起来。夜市啊产业总工会也呼吁中央政府着爱放零纾困和贷款的申请资格，也着爱针对着夜市啊管委会所管理的大头啊，先汇救助金到因的口座。 一沓一沓的价位拢包起来，一天收入超过100万的高雄瑞丰夜市啊，传出7月底可能永远停困，会将损断夜市的经济。摆摊业者表示，若实在损失了家己的，店租要是爱照纳，批评政府的纾困4.0申请限制多，而且发放的速度根本袂付期。 电话都打不进去，网络都登不上去，那你说还要怎么重塑拿得到这些补助款？可能单电话打通就已经20了啦哈。那摊商名册的部分，我们有提报到市府跟中央，那你为什么不要用这个摊商名册来做补助？ 夜市主委表示，已经联合全台湾50多个夜市啊，12000大来人数，希望政府照列管的夜市摊小名册提供补助，再个由管委会来认定，真正补助摆摊的人。也拿贷款身份的认定，业者也希望会当放零，互领无纾困的人会当先向银行加减借一寡钱。我们会要求经济部透过这联府基金会做相关的这个辅导最重要是身份的认定上了。我想去年也有经验嘛，是不是来出具承诺书或同意书，就可以来去从宽认定。经济部中部办公室表示，已经有请各地方政府整理全国每一个夜市甲市集列管的名册，不过纾困对象的发放顺序，也有贷款身份敢要放宽来认定，要是比较中央纾困4.0来办理。记者阿敏珍、夏桂林台北报道。